講到5日節，真濟所在嘛攏會舉辦白靈船的比賽，其中負責佇咧船尾控制方向的大工，就是一個真重要的角色。不過，昨佇咧苗栗竹南的靈船錦標賽，卻傳出講有一位主辦單位指派的大工，若像是佇咧比賽進前有啉酒，造成比賽開始了後，這規隻靈船方向走偏，比賽全輸去。比賽才拄開始，兩隻靈船是愈離愈遠，其中一隻明顯是偏離這愛行的水道。S 型，掌舵的真的太離譜了，掌舵也有關係呢。對啊。選手更加拍拼過船，想要互伊洗淨，也毋過也是無採工，只好一直入，也用叫轉去原來的水道，尾也當然是輸去。苗栗縣白靈船比賽。19日竹南舉行，也毋過選手講，主辦單位派互因的這個大工，互因偏離水道，敢若無啥經驗，互靈船以 S 型的方向，車一直過出去，所以講這場比賽當然是輸去了。偏到樹叢那邊去，我看到很多舵手，他控制方向的方式就是沒有把槳完全插到水裡，他所受的阻力要把船身導正的那個效果就變得很差。你提出證明，有很多錄影，有很多錄影存證的，很多錄影。你去提出證明，好不好？選手講現場甲裁判反映，去向要求愛提出證明，批評這個比賽無公平。這場白靈船比賽佇苗栗的竹南中港區舉辦，參加的40支隊伍，比賽進程攏連真濟擺。無想到隊伍佇拼第3名、第4名時陣出現這款的場面，有人也講，這個大工比賽進程敢若有啉燒酒。人細心，舵手真的不好找。那我們明年我們打算說跟海協這邊來訓練一些年輕的舵手。至於說他怎麼一回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有大會規則定甲真清楚，參賽隊伍袂使因為大工的問題，正做定比賽理由，互輸去這隊實在是無法度接受。主辦單位竹南電工所講，會進行了解以外，明年來加強這大工的培養訓練。記者綜合報道。